台湾的少年人将做人口贩运的受害者，真侪人有疑问：为什么这个少年人就算冒着风险，就算离乡背井离开父母，嘛要出国去做亏呢？这甲少年人长期薪水真低、生活艰难，是毋是有关联呢？咱的采访团队伫这波诈骗危机发生的关键时刻，嘛针对这外送平台的送餐员，甲付袂起租金离开台北的脱北者来做深入的追踪。另外，咱嘛采访到一位到新加坡去做亏个案，刷来，咱就为因的角度来看台湾的青年世代拄到什么款的困境。有单了。一台奥多麦随时进入工作状态，这是外送员陈家明2、3年来的日常生活。我每天大概都4、5点就起来跑了，然后跑到晚上，不见得有可能到凌晨1、2点。你如果一天能够跑个40单，算厉害了。平均下来的。你有到吗？几乎都有到。自从它平台减薪之后，你现在如果要1个月要赚到6、7万，算偷笑了。我看那个是啊，那个。他也是送食物，然后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单，我看一下。一个月想要赚6、7万块，都要付出时间甲努力。陈家明心情分析的制服，后在外送箱仔是黄色的，伊总共接受5个平台点单服务，网友拢叫伊是有开哥。比较不会说会断单啊，比如说你这个时间点你刚接完嘛，你断单你就赶快找下一个平台下去接，就可以衔接上，你就不会浪费在路上，因为尤其这个夏天如果你浪费在路上也是很难过。陈家明过去做塑胶工厂的作业员，月薪4万块，想要调薪是无啥机会。主计总处的调查，2020年全台湾无人请的员工总薪资的中位数已经达到50万1，相当是月俸4万1。顶过19岁以下少年人超过一半，一个月赚无4万块。30岁到39岁中位数嘛多达到4万4年，也就是讲，大学多毕业、多出社会的人，都要用8年时间才有机会去入标。252万低薪劳工里面有81万7，他们是青年，就占了81万7，占那个250万，大概就是35%左右。就我们的各年龄层来分析。青年的低薪劳工是各年龄层占比最高的，这个是我们最需要去关心跟协助。2021年1月到5月，全体互人请的员工总薪资平均达到6万2000多块，年增加率看起来是起3.6%，要不扣掉无价起价，实际的总薪水平均是5万8000多块。财产保险业每个月薪资有8万6。饭店、餐饮的月俸则是3万6，产业薪资差这济，更加显示出社会恶性化。即使数字看起来敢若有增加，也无完全无幸福感。加薪的幅度没有办法帮助他应付物价上涨的压力。那这个首当其冲当然就是年轻人，尤其刚毕业年轻人，因为他大部分年轻人在薪水不高的服务业或中小型制造业，他薪水起薪就不高。结果你物价又上涨，导致它实质是负的。年轻人对于薪资的认知，为什么是低薪，跟企业对于薪资的认知两边是差距很大的。老板他看这个薪资是看员工对我的劳务价值是多少，员工看薪资，年轻人看薪资是我的生活开销是多少，我刚好拿多少钱。那这两个就是没有办法对焦。厝价租金逐项起，少年人想要伫都市打拼，都要另外想办法。开往3站8104北上列车出社会5年外，继续做所谓音乐产业，伊今年摕到伫台北租的厝搬转去苗栗，逐工通勤。 1万4只是房租而已，然后加上水电费，可能1个月快要1万5、1万6。餐费也是可能会省一些，因为可能回家里就是家人会煮饭啊，然后我就可以带便当啊什么的，这样跟房租比较下来，就会觉得比较划算。一定是站在这个位置，为什么？因为等一下转线的时候会直接接下面的电梯。
高铁搬2座捷运，搁行到公司去上班，上无爱1点半钟。这却是伊兼顾生活品质甲理想现实的妥协方式。即马伊月俸达到5万块，也毋过伊永远对未来感觉不安。一直觉得说啊，我应该为我的梦想，还是为我的音乐梦打拼一下，然后就到了一家音乐制作公司这样子。我有个很底薪就是12000，但其他多余的钱就是要看我有没有帮忙做什么事情。一开始我就觉得说没关系，我就硬盯啊。但我之后发现说造成我的工作上面压力很大，然后但我又得不到基本生活的一些支撑，所以就是大概1年之后就觉得说不行，我要找一个稳定的薪水的工作。青年细厝承受真大压力，更加唔敢小想要买厝。2022年上新的调查，伫台湾想要买厝平均都要用9年7个月时间，新北市是12年10个月，台北市更加是爱无啉无食，上无爱欠16年。可能他的生涯规划或他年纪，他还是有购物的需求，他的能力无法达到购物的条件，所以他有很大的压力。那当然，另外一类就是现在大家流行讲就躺平嘛，躺平意思就是我就不要想这件事情就算了。可是躺平也不能解决问题。如果回到过去20年前、30年前，当时候年轻人基本上不会遇到这个状况。伫台湾发展看袂到未来，未少少年人规气出国拼看卖。今年26岁上市医护人员2个月前受到新加坡的病院高薪的招募，去到外国生活，薪水变1倍半，每一年可以调薪将近5000块的新台票。我的薪资是以台湾的中位数来说是在中位数以上。你说未来性呢？就是可能我做10年后，跟其他企业做10年后，会不会薪资上也是差不多，或者是真的有一段差距？我就觉得这方面会让我想要出国的因素就蛮高。外国高薪的乌人吸引专业人才，形成一个语的力量。国内青年失业率一直拢真高，这恐惊是杀个辣头。连续3年来，台湾的失业率平均是3%，因为20岁到24岁少年人却是高出4倍，等于是每100个少年人里面都有12个人失业。父母亲不是像以前的父母那么有钱，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失业，过去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他没有负担家计，他没有经济压力。可现在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失业，他会很惨。为什么？他可能有学贷要还，他可能有一些经济的压力，他自己的生活开销，甚至有隔代教育，他可能要养他的父母，养他的祖父母。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，少年人到底有什么感受？如果你是有固定每个月想要存多少钱的话，那就会有压力。可是如果你就是觉得你当月光族也没差的话，那就还过得去啦。不一定要就是有做很多打算啊，不一定要买房。赚到一定的钱过后，回来可能买个房，然后就可以去找个比较简单的工作。依照现在的薪水来说，以后要存到钱会不会很难吗？会啊，因为现在就物价也很高。经验现实的折磨，这青年敢会当保有伊的热情甲愿景？失去其他因，敢会唔敢画出人生的蓝图？抢救微博世代，台湾的社会都要思考，要怎解救因，才会当解救台湾的未来。